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讲到一个话题，唔知你有感觉无？中华民国万万岁！印花56岁是股东税，一只牛是100-200皮，点点滴滴算起来有100几亿。你我日常不知不觉咧收费，却是地方财源的大补贴。合理纳税是应该，安怎铺排共生共赢，互咱国真正万万岁？今仔日来听看卖。首先，咱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前台南县的老馆长苏焕智苏馆长。是主持人平真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咱台北商业大学财税系副教授黄树洲黄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是咱中华民国高尔夫球场协进会理事长黄美兰黄理事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诚信法律事务所的财税法律师吴俊志。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吼，因为咱也有这个专经吼，伫地方政府吼执政过，老馆长，也有律师，也有这业者，吼，也有这财税法的这个学者。咱来看，这印花税甲56税到底是什么地带？其实哦，一般人是不知不觉，吼，因为一摆甲你扣吼，像安尼搭一个敢若邮票共款。吼不知不觉，有当伊抽到15、12，看起来咱无感觉，但是扣100几个，所以这个话题吼，真侪人，伊事实上专业的业者拢无感觉讲这个不合时宜啊，争议真济，但是这什么争议呢？这安怎讲？事实上，2019年的时阵，行政院捌通过废除印花税的税法。煞互这个南洋的地方政府首长来反对，这阵时呢，还有立委要提案要来废除，但是财政部佫建议讲，你唔通，这到底是安怎？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征收超过80档的印花税、56税，要废除也是要修正，争议已经有30档。最近朝野阁有立委甲党团讲要来废除，不离个讲到印花税，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气噗噗。娱乐税是不合时宜的法案，还有一个印花税，我记得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啊。说起印花税，不说还好嘞，你上次也没有帮忙讲话，袂记这个发展哦。3年外前我拄个登来做行政院长，就是工商协进会哦，我当场承诺的时候，他们全体拍手，结果呢，这个印花税应该废除哦。其实蓝绿的立委都提案过。其实它也可以废除，不过因为这个是地方税，废除的话中央要来补地方，我都愿意哦。结果，我一同意哦，哇，不得了，地方哦，包括自己当立委的时候提案要废除的立委，后来当市长刘秀燕也都出来纷纷表示反对，讲什么我扛。地方之凯，实际上印花税占全国总税收比率无到1%。虽然2019年行政议会已经通过废除印花税法，地方政府却反弹，尤其台北市府，2019年印花税大约占北市总税收6%，一档超过40亿，引起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讲法。中央政府基于这个简政的理由要废止印花税，我们是同意，但是。要先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台北市如果一年少掉49亿，这该怎么处理啊？那56税因为标准无同，脱秀网庆詹朴温就捌甲节目号名趣味的演讲，凸显演讲免扣税是安那56爱扣税的争议。印花税56税实施到今，征收目的甲方式嘛已经过时。不离个财政部即阵是讲，印花税甲56税是地方重要财源，避免影响地方发展，即嘛无应该废除。记者综合报道。馆长，咱头下看到这个影段内面吼，讲到讲，真侪立法委员吼做委员的时阵赞成印花税，这个爱废除，但是去到地方的时阵就反对。是，
这到底是什么心态，还是讲有正当的这个财政的理由？到底这个背后，吼是什么原因？你简单讲，互咱观众朋友听。是，即马就是讲，有关这个印花税甲娱乐税，都是属于地方税啦，都是属于直辖市、地塔区啊，甲一般的县市的税。迄是迄个财政收支会财政收支法，明确规定讲哦，这两项税是地方税，就是地塔区吼，啊，搁来县市的税啦，吼。啊，所以而且呢，就是讲呢，地塔区甲县市搁有一点仔差别哦。譬如讲，地塔区伊收的是地塔区的市库内底，直接登记伊内底啊。对啊，但是呢，这个县市搁不共啊，比如新北市。哦，像过去的即卖基隆市，伊收个是伊的市库内底是无毋对，但是伫县佫无共款哦。县安那无共款嘞，县即卖收开的即个娱乐税是爱交互乡镇啦。你家落去乡镇，迄去乡镇，你家想安尼县敢有兴趣去收？应该是无啥兴趣，过路财神。是，伊就过路财神嘛。过来，即个印花税吼，印花税是80%嘛，爱互当地乡镇啦。啊！你看伊到偌大兴趣，啊，20%做迄个乡镇的统筹分配款啦，所以对县的部分嘛是县变过路财神啦。也对伊来讲，我颠倒，我有这笔钱哦，我颠倒读啊一个头两个大，拢爱互人的，拢爱互人，有当时分袂春车，佫真麻烦。对，就是爱拢爱交乡镇，你是咧替乡镇收这个税尔，吼，啊，而且就是讲。印花税是80%是要互迄个乡镇哦，啊20%是嘛是统筹互即个乡镇去分的哦。但是观众，2019年的时候，拿赢15个执政的县市的首长来反对呢。是，伊当然是安尼，就是讲，你中央甲即两条税废掉，啊废掉了后呢，即卖伊变有财政缺口啊。哦，就是讲这本来伊放伫市库，譬如基隆市，我本来放伫市库。台北市本来可能台北市市库。我厝的囡仔咧讲我本来我有的物件，所以我来代表因上无爱来反对一下，按这个意思。无，毋是安尼哦，这本来就是会变台北市政府伊收来印花税，加这个娱乐税，伊就无去啊咧，无去的时阵啊，伊变做一个财政的缺口伫遐，这个缺口是啥物人要补的问题。当然，地方政府就讲好，无你甲废掉的时候，你这个税你中央爱补来。你想办法乌嘛好啊。所以地方提出这个要求是坦白讲是真合理的啦。因为你若是讲这是地方政府家己废掉的，比如讲地方政府我立法家己废掉，但是因为这立法权是中央政府嘛，国会嘛，而且是行政院主导要废掉的，当然会变做讲地方首长就讲哇，你甲我的等于甲伊的市库摕掉去共款嘛。但是头仔咱看这个影带内面，这个苏贞昌院长伊也讲我有要甲恁补啊，我有要甲恁补啊，你到底是安怎？伊有讲伊要补，伊讲我有承诺，我要补。伊有承诺要补，那假使讲这个行政院有承诺要补，当然是甲废掉较适当。但是他做律师也有讲过，教授也有讲过讲这个税是应当收还是无应当收啊？咱先来听律师的讲法。你虽然县长也是律师啦，咱听讲。是吧？我以前也律师嘛，即马咧做老师啦。是。因为这个代志头拄都政府的方面来讲是安尼啦但政府就中央甲地方嘛但是一个爱扣税以前爱先自人民的角度想来思考嘛这税爱扣还是不爱扣嘛？头拄主席人嘛讲过讲厝内底有一个囡仔这囡仔会碗破去都讲碗讲我要这个碗，我要这个碗，但是这个碗若是扣来的时阵。是từ外口扣来，毋是家己趁钱来买来。对，即件事就爱思考看嘛，讲即个碗是真正爱伫遮，还是你讲去？但是我巴肚枵啊。对啊，你巴肚枵，所以别人都爱传互你，是无安尼？县长做爸母官的人就讲我肚伊巴肚枵去补伊啊。老师，你的立场是想讲，这袂使啊，这本对这个饭碗就毋是恁应该有的啊，因为这个中福来收啊。对啊，为什么这应该毋是迄是你的，这应该毋是你的饭碗，这印花税是拄清调来的啦。
对清朝来的。对中国收到台湾去。对吼，以前迄时阵吼爱歹扣嘛，你都这啥物残客啦，有诶无诶吼，这客业吼，都去官府内底登记印啦，还是买一个印花税票，安尼我扣起来较方便啦。迄当阵基侦技术较歹啦，个娱乐税嘛是共款啦，娱乐税上寡好笑。民国31年诶时阵，抗日战争诶时阵无钱，阮国家拍日本啊，修正无钱，我都你吃饭吃那么多钱宴席税，还加一个娱乐税，你那个这个看电影听戏这么多钱，都不应该，对，不应该。他这当初你有钱，还不如拿来我来去打日本鬼子。迄当初民国31年开始，然后到台湾的时阵，迄当时嘛是动员戡乱嘛，动员戡的时阵嘛是国家需要钱嘛，结果嘛一直维系到什么时候？我看卖者，到民国69年，69年，1980甲沿袭税会掉然后个限制到今仔日所以民国69年迄什么电影啦歌唱啦、说书啊、舞蹈比赛，迄是民国69年。到即卖啦，所以咱他开始就讲，这印花税甲过路税拢是高档级的，即个物件啦吼。但是我咧先来请教一李署长，你即马咱他观众朋友要注意哦，咱即马讲两项，一种是印花税，一种叫做五落税。五落税是啥物物件？可能大家不知不觉，但请这李署长来讲一下。好，谢谢老师伊拄有讲迄五落税是民国31年甲即卖的税。那迄五落税是讲我表演节目娱乐大家，所以我爱纳五落税。简单来讲是安尼啦。那阮以阮国乐府这业界来讲其实阮是上大的苦主啦。阮争取20-30年一直到即嘛，这个五落税拢存在啦。阮是唯一一个运动项目，各项征收五落税一个运动啦。其实呢，阮遐尼侪年来呢，阮做的这个努力呢，其实伫咧民国93年呢，阮进前拢已经有做真侪澄清啦民国93年4月的时阵啊，其实检察院嘛有去函呢去纠正财政部呢，伊认为这个税是无合理的啦到96年呢，其实呢，迄个96年5月的时阵呢，立法院伊嘛有通过呢，讲爱一年内底呢爱废掉五落税。这个时阵呢，这条出来的时阵，敢若废掉保龄球呢，加撞球，但是呢，共款保留阮的。所以咱代志画面顶头就看，是高路占这个20%左右呢是，这真重的对啊，阮爱交5%的营业税，个。有的人是10%的娱乐税，所以其实这个税是真无合理的啦。尤其是近年来阮的国乐府这个项目替国家争取足侪公营的啦。阮这嘛是亚奥运的重点的项目啊。以阮球场来讲，阮2017年阮就甲台北市政府赞助提供场地。然后来办世界大学运动会。李署长，你的意思是讲，你个赞助台北市来办这个活动，是。结果你爱去互抽税。是啊。最近台北市政府甲新北市的政府，嘛伊嘛来甲阮提出讲希望阮配合，甲因共同来举办。2025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高尔夫项目，我有答应伊啊。该你抽五落税。是啊，即马共款拢是有五落税存在啊。这毋就甲即个蒋前总统共款，伊讲一个碗是买豆油的，一个碗是买沙拉油的，两个斗阵都无共款的物件，我就是照常甲你抽啊。是啊，所以这是阮业界遐尼侪年来，阮感觉无公平。我感觉阮只是爱一个合理的对待。因为你袂使讲因为地方政府讲这财税有问题你就一定爱为阮业者来，为人民来。我想拍球的人伊是来运动，是安怎拍球的人伊来运动，伊爱缴五落税咧。这遐尼侪年来阮就想袂通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这个。但是我嘛真惊讶咧，咱这个
单位性的节目啦，讲甲大家真娱乐吼，我可能还叫人抽水呢。对呢吼，是唔是？趣味的演讲、趣味的节目，是唔是算做娱乐咧？是啊，是啊。但是这我来请教老师吼，这个律师吼，这个娱乐税这个定义在全世界各国吼，到底有这个项目，这头一个。第二个是他多所馆长所讲的，加这老师所讲的，老师的意思是讲，这个印花税吼，这个抽税，这个重复抽税已经不合理啊！你先来讲这个娱乐税部分。好，谢谢主持人吼啊，娱乐税部分呢，就我查到的资料啦，基本上别个国家国咧扣的已经真少啊，嘿啊，国咧扣的有的是因为讲伊淡薄仔历史的渊源啊，反正扣的嘛无济，扣的真少，对，所以大家迄意見都無濟，伊就一直迄安尼延續下來安尼。事實上，咱即擺中華民國抽的這個娛樂稅嘛是差不多15億啊，爾。對，嘿，哦，15億啊，爾，這是歷史啊，世界各國即擺攏無人咧抽這個娛樂稅。對，因為這個娛樂稅有一個問題，因為較早我在講迄佇迄個時陣，大家想講，你有錢娛樂啦，就是講你看起來就是好野人，還是迄了尾仔囝，對，所以迄伊會對你扣較重的稅。不過到迄即馬，迄足濟迄娛樂稅扣的物件，像講電影啊、KTV 啊，像講阮拄則講的迄高爾夫，甚至迄個娃娃機，對，迄攏是大家日常生活的。中產階級吼，甚至無一定中產階級的囡仔，有當是1,500嘛咧算，還嘛愛扣稅。對，嘛愛扣稅，就講迄點啊，迄娛樂稅變做一個迄，就講你家己處罰安尼。唔過動作敢若處罰，對。唔過阮對我說，這個行為敢是應該愛處罰的。你是講唔對啊？國家迄當時有咧補助電影，補助運動啊。共一個時間，你佫家己處罰啊？你到底是感覺講伊是好還是唔好？好是，即我來請教這李律師長吼，咱睇怎樣看就講看這個後面咱這個圖像吼，電影愛抽稅吼，臨時性的公演啊抽稅，吼特殊場地消費，舞廳啦、舞場啦吼，啊是提供設施互人娛樂者，吼愛出這個娛樂稅，但是我若去拍球的人，敢都愛交稅？哎呀。嘛是愛交，是，所以這就是一般民眾啊，大家愛自我認知哦。你若是拍一下球，就等於去用處罰同款哦。是啊。你這是娛樂哦。是啊，唔是運動哦。但是阮是互認定亞奧運的運動項目哦，所以這些阮是感覺無合理的所在，就是佇遮。是啊，是啊。哦，這有影錯亂。啊，若是一般人在你來拍，咱比較咧有真濟人捌拍咧高爾夫啦，吼。是。咱若拍一個高爾夫一入場出去，咱若唔是會員，啊來開偌濟，內面有偌濟稅去用扣去。其實吼，因為迄個各個球場吼，伊的迄個範圍啦吼，甲因的設施啊吼，攏無啥共款啦。哦，即馬拍一場球，其實是已經蓋評價啦。哦，即馬連大學生啊，然後高中生啊，其實大家冇從事這類運動。我愛從這開始，當因接觸這個高爾夫運動的時陣。都算因開始練習，去練習場，伊共款愛互扣娛樂稅。哦，敢若徛遐去練習場哦，毋是還未到阮的球場哦，敢若去練習場開始學這個運動，共款愛扣娛樂稅。哦，所以我想哦，當然伊到球場來，等伊練會曉啊，要落場啊，來到球場，哦，拍球的費用即馬千幾塊，你想看覓你去按摩1點鐘有偌濟錢？哦，上無嘛愛千幾塊。是嘛吼，啊，阮哦拍4點外鐘久，5點鐘久咧，阮愛服務伊遐尼久的時間，其實差不多2000塊、2000幾塊嘛有，當然較貴的5000塊嘛有。但是咧，在我想起來，馬薩是敢若
较娱乐哦。是嘛，对嘛，吼，所以主持人谢谢你吼，给我赞同。无啦，我自信啦，我唔知馆长的想法是，应该马上就是较娱乐吧。是嘛，因为拍高尔夫的卡酸手疼啊。但是吼，当然伊是一个运动的一项项目啦，吼，尤其是吼，阮高尔夫吼，你运动的年龄吼，你会使从3岁，你会晓行，会晓举球杆，一直到你到不管8到10岁。拢同款会使从事这个运动，因为你是行伫高尔夫球场内底，你行伫草地顶面，吼，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环境。哦，那我想哦，虽然讲有的人会讲啊，阮高尔夫球场啊，拢占用伤大的面积啦，吼，啊，敢若有破坏水土安尼啦，吼。讲这是环保的问，财政部的理由讲吼，反对是讲，是环保的理由啦。但是我咧想讲，这小等下请教这个教授甲馆长。你环保你要甲抽税，啊那其他你规期去抽环保税啊？那如果会当有这种名目啊，你是安怎爱叫5、6岁穿这种衫要来抽这税？其实主持人，这我要爱澄清一下吼，你想一个球场吼，业者吼投资遮尔大笔的去用伫内底，你想讲敢有可能凊彩去破坏这个水土保持？好，更何况，阮每一年拢爱接受。当地县市政府来甲阮稽核呢，啊，阮的直属单位吼，阮的主管机关呢是体育署咧，哦，伊嘛是拢有互阮相当的规范咧，哦，那阮无可能讲，即马连用药，连伫内底哦，迄个阮要维护草皮的遮，拢所有的拢有规定啦，哦，阮无喊你讲，无爱护环境，更何况哦，阮高尔夫球场占地这么大哈。即马政府伫2025年吼，要进零碳排这件大代志吼。其实我相信阮高尔夫的这个场地吼，会使提供真大的帮忙啊，伫这部分啊，因为阮种的拢是树仔嘛，吼，那每一间球场拢是几十万丛的树仔甲花呢，吼，所以你要去倒位啊看这种的环境，这对环境的帮助其实是真大的呢，这毋是讲阮破坏环境啦。这是我爱澄清的啦。所以这对这个一般吼，高尔夫大家吼过去拢感觉是贵族的运动。哦，即摆事实上，他听这个理事长也是咱自身的经验，真侪实在讲是真侪少年人开始来接触这个代志。是啊。大学的开课内面嘛有这个高尔夫的吼。是啊。但是咱即摆来看吼，第2张吼，咱的这个图表吼，咱的5、6岁吼，他拄啊馆长也有讲，这个5、6岁吼，其实是直接吼。会入去到这个唔那是县市啊，而且去到乡镇，吼，所以咱在看哦，头一个吼，扣税扣了上多的是南口区，就是咱在地吼南口区，伊偌济呢6107万，吼6000几万，吼对南口区来讲是不无小补啦，吼啊第2名是罗德，第3名是中德，第4名是卡西昂，哦就关西，吼。啊，这淡水，这种大部分拢是高尔夫哦。这个棒球是 KTV 加娃娃机，吼，4000多万，吼。啊，这个东区、北区，吼，这个新竹啊，吼是3975。我要来请教，先请教这个教授。这个5、6岁，既然像他拄啊，这个律师所讲的，这个不明不白是安怎无法度？因为这15亿个尔，要补嘛是讲真简单啊。啊，即摆目前现在财政部讲因的理由就是讲啊，这个袂使。教授 ，OK， 基本上我对财政部吼讲5、6岁吼袂使废除的理由吼，我是摸摸头鬃啦吼。首先吼就是回应头主持人讲的讲吼，为什么高尔夫场爱叫遐济娱乐税啦吼？其实基于环保的目的啦吼，这我嘛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基于环保目的爱改扣娱乐税啦。有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做外部成本内部化，就是讲高尔夫球场如果制造了外部成本，比如讲水土保持，乡镇政府必须额外花钱去做水土保持。甲花啊？对，甲花还是甲扣税，把这个外部他所制造的外部成本转嫁到他身上嘛，因为你都是麻烦制造者嘛。但是敢有安呢？敢有若是无安呢？哦，伊都用这个理由就是不对。那另外理由就是讲吼，找不到替代裁员吼，我实在
找不到替代裁员，这10几亿都找不到替代裁员的话，吼，这个，我的光是林口区，林口这么盖那么多房子，那些是不是替代裁员啦？吼，我是感觉个足奇怪的啦吼。另外就是讲吼，娱乐税本身最大的问题吼，就是讲吼，很难判断娱乐性啦。啊，朱行导都有讲过，讲吼，几个演讲吼，那讲几个笑话，大家笑了哇，科娱乐税，然后吼。很多原创活动，像什么啊，这个中立的这个职业表演，这个职业表演恐怕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文创活动啊，演艺活动啊，好，有人去那边唱个歌，好，还是什么办个这个五月天办个演唱会，好，他就是。那我在家里面看演唱会，我也被娱乐到了，但是免钱，但我免钱，对，他就为什么国外只有少数几个美国的这个。city 哈去科这种娱乐税，因为讲找不到理由说服别人啦。为啥找不到理由？为什么我在家里面娱乐我自己不用缴税，我去外面就要去缴税？那人家外面的场地的这个电影院就讲说，哎，我请这么多人，我还卖爆米花，增加你的税收，你还要我缴娱乐税，那我就收起来不要做，你损失更多。都是安尼嘛。买单安尼想哈。对啊。所以我要请教就馆长哈，咱看到讲其实哦。娱乐税吼税收吼上这其实对那你伊的经验来看，譬如讲南口，伊若一年有通6000几万，伊这算伊好用，还是算大条钱啊、细条钱？啊，对因来讲，如果伊若无无扣到这个钱，啊，这中央是要安怎破败？咱有听过讲这个有一个詹古威詹教授，伊讲使啊。无就放互因地方政府人家己来处啊。比如讲，我即个所在，因为比如讲宜兰，我真侪即个民宿，吼，我的民宿我要来开即个，因为民宿太济啊，啊破坏生态，吼，啊而且吼啊伤密度伤悬，啊我要来抽一下税，啊这是要安怎？即个财政的缺口是要安怎来处理？是，你拄啊讲即个10大10个。吼，较排名伫较头前的娱乐税收的即个乡镇市区啦，吼。啊，其实伊即马这拢变做直辖市、直辖市区，啊，所以迄钱其实嘛无入去区公所呢。哦，即马已经入去过市政府啊，这拢变区啊，哦，所以拢变市政府。啊，所以即个譬如讲像这嘛无好着伊啊，对，无好着伊，因为伊都无民选的政府啊嘛。无怪你南口区长拢无爱插伊，伊袂关心，南口区长一点仔关心都袂，南口人嘛袂关心，因为伊即摆这个钱哦，拢去哦，即个南口就是去哦新北市，哦新北市政府收去啊，去哦桃园市政府收去啊，啊但是有啦新德县吼，比如新德县关西，哦关西有关系哦。啊，伊关系4000几万，哦，4000几万，这条对关系真有关系哦。伊就是迄个新德县吼，收到了伊这条娱乐税，直接互这个关系镇，吼啊关系镇呢，这个扣的对象是五府场嘛，啊五府场这个目标真大，吼啊，所以你要叫关系镇公所放弃，伊真困难，这条对伊来讲真重要。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就是讲。你若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看啦，咱即摆咧扣的即个娱乐户的娱乐场，吼，譬如讲咱过去讲啊，你即个娱乐户疫情的时阵，足侪人爱去拍娱乐户，因为疫情袂走嘛，那袂走呢，那个连娱乐场嘛关起来呢，真好笑的代志，就讲。娱乐场是一个较旷快的所在嘛，哦，你去遐拍球、输呀，吼，对健康是有帮助啊，对防疫是有帮助啊。结果你去拍娱乐场，我们袂使，你不能够到公众场所啦。吼，迄个时阵有一段时间是安尼吼。啊，就是讲你去高尔夫球练习场吼，扣50%，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呢，扣50%的娱乐税呢，这是有够悬的，足无理的啦。足无理，你讲你高尔夫球去练习场，迄是一个好的运动啊！这奖励人爱去运动的，普通是运动是拢免税的，吼，互大家会当好啊健康。结果你甲扣50%的，吼，足明显就是高尔夫球练习场啊！互你扣50%，比恁球场个20%搁还悬呢。就是讲这是一个足无理的吼，足收起来真无合理啦，足保守。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讲。整体来看，到底是毋是要扣除？如果若即个法授权讲好，啊无吼，互咱的
县市、地下市，还是乡镇公所，你家己去决定讲，这条你要收唔收？授权变成地方税啦。安尼时阵吼，地方税伊就会去衡量啦。伊家己去瞧啦。比如讲，即摆足侪人来迄个关西拍高尔夫场，啊，就伫阮遮消费生意好即摆迄个收费吼降低，吼，较侪人去拍，是毋是遐餐厅生意就愈来愈好？愈来愈好的时阵，无定对餐厅遐生意扣营业税、吼所得税，会当弥补起来。但是即摆问题是啊，我即摆生意我降落去，人客来啊，我即个加较侪营业税啊，结果这营业税拢中央的，营业税拢中央的。我员工管就按你这个方法就袂使啊，伊就袂通啊。即摆来讲，咱讲中央哦，拢有设入无设出的啦，就是讲来，你甲我办活动吼，招足侪人客，还是讲我甲你降我的这个入门票钱，甲你降低吼。比如讲这条税呐，轻去的时阵，若免税的时阵，若去关西拍高尔夫球，一定就是迄个较。吼，票价较俗嘛，吼，较俗的时阵，人较爱去啊，较爱去，无我即顿拄仔食饭，吼，拄仔食饭，甚至来住遮，吼，闲啊住遮，明仔载过来拍，吼，那这照讲起来，伊的迄个生理税收嘛不一定减呢，是，吼，因为伊了，但是营业税是扣到中央去啊，对，这结果这营业税甲所得税煞去中央扣去啦，这无理啊，这唔得啊，安尼所以就变做地方政府就无愿意拍拼啦。吼，譬如讲，咱即马关西镇讲啊，为哪有管理讲，我来决定讲我关西即个高尔夫场到底要扣唔扣？若关西镇长讲好来，咱莫扣，恁来阮遮吼，来遮消费，你若有来遮消费呢，那么你的即个高尔夫球即个5岁，我就免扣，伊就吸引足侪人来啊。所以馆长你讲到一个概念吼，就是讲吼社会正效益，就是阮遮收去。才去用提去，两边来综合看卖，讲我以我县市最大的利益来做处理，安尼可能是一个解放，发挥竞争力啦。嘿，就是安尼，我特色我关西我就是有一个高尔夫场啊，我要互足侪人来阮关西拍高尔夫场啊，上了关西就上了这个高尔夫场，就来拍关西的生意就游客愈来愈侪嘛，人客愈来愈侪，生意就愈好，我营业税、所得税，安尼我会当增加一寡就业机会咧。结果是啊，我咧营业税去互中央收去，所得税也去互中央收去，咱这台湾的问题是啥？中央集权集税啦，中央集权甲集税啦。吼，像你说这，你营业税你是中央决定的呢？扣嘛中央决定的咧，虽然讲这名义上讲要交互这个县市啦，还是地下市，无伊嘛不讲决定哦，真无决定哦，无写决定2字，就敢若决定讲你的 percentage 啦，我汇率要偌济啦，你会当伫迄个税率内底，你的天房伫倒位，你家己去定一个税率啦吼，但是咧你是一定爱扣的，你袂使无扣者，你若无扣的时，伊讲你图利哦，但是伊并无收关讲你要扣唔扣啊。也是讲我要扣的法律到什么程度，伊无受管啦，吼，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咱曾纪委张教授的意思就是讲，无就这条税就受管互地方家己决定嘛，我决定要扣啊唔扣，我决定要甲扣偌悬偌低，互因去家己决定，互因去家己决定的嘛有一个好处，就讲我免甲人竞争，我贵，我比较俗哦，我这条莫扣，我这条莫扣，恁拢来阮关，地方就开始有特色。对，譬如南口讲我拿关西讲卖扣的时阵，南口讲我嘛南口嘛卖扣，你拢来我遮，所以这就是产生一个竞争。即摆竞争了呢，搁来甲国外讲来台湾遮，来台湾拍高尔夫袂歹啊，过去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做来台湾拍高尔夫啊，甚至为大陆嘛要来台湾拍高尔夫啊，所以高尔夫是有会当吸引一寡观光客的一种行业，甚至就讲你若是如有咧办比赛。这个佫较俗，安尼有可能。当然，佫办比赛，伊佫去用抽税。对啊，就是讲你这个，就是讲政府若朝向讲免税的时阵，那么伊就会鼓励一寡游客啦，国内国外游客都来就你是关西嘛，我伫桃园。你桃园就南口所以安尼的时阵，它就会带动一个叫善的循环。它是创造一个经济的活水。你有同意这馆长的这个想法？其实馆长这个想法哈，其实我们业界我嘛是安尼想哦。如果今日娱乐税若降下来，
其实阮伫咧拍球的费用上面有相当的都有一寡优惠，嘿，安尼较侪人来拍球，啊，其实呢，政府呢当然伊的营业税会加收，啊，其实附近呢即个观光景点，因为伊无可能干那来拍球尔嘛，像阮即马有中部、有南部的球队啊，吼，还是人客来遮拍球，伊一定爱大爱食嘛，对吧？啊，这其实嘛是互当地政府有带入来营收嘛，吼，啊，尤其是。我要讲的是高尔夫运动吼，其实像拄啊馆长讲的，这是一个国际性吼真好的一个社交运动的项目之一。吼，咱定定拢嘛知影讲啊，国外的元首啦，还是迄个来访问的时阵，你看因会带去球场拍球。吼，迄个会议产业，就是讲高尔夫甲会议产业是结合做伙。对，对无对。足侪人讲啊，我来这个所在开会。啊，开会了，我过来拍球，哦，啊，拍球了，过来小可游览一下，迄是最规套的啦。是啊，是啊。啊，所以你甲一个最重要的台湾的这个会议产业优势，吼，你甲放弃了，为了税金甲扣，所以对，这个对你来讲是小钱，但是对你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另外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印花税啊。其实咯，咱一般观众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有拄着，敢若搭一张小小的邮票吼，啊来做。你若处理有咧经营公司企业的，啊你无做这个开发票的，你就用收据，用收据就爱做这个搭这个印花税。咱请吼教授小甲咱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印花税？对啊，头拄我都讲过吼，这印花税吼都是一个历史的古董啦吼，自清朝一直来的嘛吼。当然都是讲伊为虾米吼中央立法，伊都是当时都是中央立法，一直到即卖会来啦。其实吼伫国外个做侪多所在，这是都是地方税啦吼。但是讲因为中央已经决定啊，拄头啊吼跟馆长讲的吼，中央决定了吼，地方不得不收，不收的话就是渎职哈，就是图利哈。然后一般人哈，一般人哈会遇到哈做侪所在哈，比如讲哈，好多主持人讲过哈，我做的行李不是来开统一发票的，哦，迄当阵的哈，然后我都爱针对哈，迄个每一个收据都要去贴印花。好，最常见的都是讲吼，迄个托儿所啦、补习班啦、专门职业人员啦，像律师啦，啊个会计师啦，点心费啦，对啊，有诶无诶啦吼，啊个医院啦，啊个金融业的利息啦吼，他说这个利息的收据，那银行都觉得说，哦我已经缴了金融营业税了，那为什么过来缴这个利息印花税？这是重复课征，哦对不对？好，啊个有啦吼。这个另外一个苦主吼，都是迄个建设公司啦吼，盖个房子，哦，承揽器具，哦啊1/1000啦。所以当初吼高铁吼在盖这个土建啊个机电的契约的时候吼，那时候呢他们是到国外去签，一次就省了2亿。哦，伊这算合法的招水咧吼。没有，伊就讲这个合约是涉及跨国哈，因为公我签约的对象是国外的啊，所以我就涉及跨国在国外签嘛，对不对？然后不是，就是说台湾哈是少数科印花税，针对这种承揽的啦哈，啊够哈不动产啦，我知道就是说你去哈这个过户的时候要交一个1/1000哈，按照这个公告限制交1/1000哈。另外就是说买卖动产这更加好笑，其实哈你去买一个。买一个这个米包哈，理论上面都是买卖动产啦，爱交12块啦。所以讲吼，为什么讲吼，这只是很落伍的老古董。告诉你，他讲，咱来去买一下米包，这是买卖动产嘛？对，买卖动产啊，12块。啊，但是即摆现主是无咧扣这个钱，因为太麻烦了啊，就是太麻烦了。所以伊有当是寥寥小小，要甲你扣的时阵是真甲你扣，啊，无爱甲你扣的时阵放零零。所以讲吼，你。绝对吼不要得罪消费者，消费者就是跟你讲，我迄个收据吼，没有贴印花啦吼，那罚几倍？10倍。哦，安那要甲你创康是真简单哦。对啊。所以讲为什么讲会扰民？大家唔通得死教授哦。我加过有一个清单吼，财政部吼针对讲吼，什么时候的银钱收据吼也是要去这个贴印花吼，他写了100多个函令。100多个解释令，写100外封批，
甲解说讲什么情境之下，就爱开印花税，就爱打印花税，这个意思吗？对，比如讲吼，你收到那个保险金，保险公司有你的保险金爱开啦吼，而且吼还有说定存单，哦，收到定存单的利息嘛爱开，哦，有诶无诶，还有以前还有个案子吼，你去捐血嘛吼，啊，捐血中心吼，把这个血袋送到医院，那一个医院开的收据也要开，也还有打过官司。连捐血的收据也要开，这真正酷刑哦！你捐血啊，快，这真正酷刑呢。对啊，伊就把这个血哦，这个当做是所谓的银钱收据啦。哦，所以我请教律师啊，这安尼抽税，这个税基也好，啊，这个正当性，敢有？你就这个方面，甲咱解说一下。一般来讲，阮感觉讲这印花税伊的正当性应该是无的。为什么呢？因为阮看吼，即马扣印花税有4款物件，这是银钱收据嘛，拄则迄教授讲。银钱收据，吼。啊，搁有迄买卖迄动产甲不动产的迄契约，啊，搁有迄承揽，就是咱做迄工程啊，啥物的迄收据安尼，契约安尼。毋过阮。大家会使想，阮平常时摕收据顶头，敢有拢有贴印花？唔捌，大部分应该是无嘛。对，所以大部分大家拢无落。毋过咧，咱迄随便困还是有人检举啦。对，有人去检举，有人创康。对，但是讲有人检举啊，随便就会去你。公司迄一张迄收据查，你这敢有打，这敢有打，无你这无打，罚10倍，这无打罚10倍。10倍呢？对哦。毋过平常时大家拢知影，大部分的这收据，大部分的这契约拢袂打，所以就是变做就是讲，国家知影你有可能。所以你搁咱强调一下吼，这个印花税除了重复课征。这个重复课征的这个理由在哪里？讲互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听。咱平常时买一项物件，譬如讲买一个棒，吼啊，我所知的是讲，你若有开发票，伊就无甲你抽这个印花税。啊，你若是咱咧社区的这个巷仔口的这个棒店，咱去遐买，伊要开收据，甚至无开收据。照理讲，应该爱打这个印花税。啊，这个行为，这个背后是什么理由啊？还是讲？完全无法度解释，你无理由。对，这无理由是在于讲，阮都亲像主持人主讲，但是巷口一个面包店，也是面店，伊开的收据，啊，伊嘛是爱纳营业税，爱纳营业税。对，伊就算伊无开发票，伊嘛是爱纳营业税。啊，就讲阮遮有诶，买卖迄动产，我就算讲我是卖一个毋知啥物，卖一个刀啊，还是卖一个面包，啊，我嘛是爱纳营业税。毋过为虾米我别款的交易，就算是讲我别款的，就是我就讲做生意，若是我无开收据，啊，我都毋免纳这印花税，也是讲。我已经纳营业税啊，变做我营业税以外这4款我搁爱加纳，这就变做重复课征。因为我买一个物件，我已经纳过1摆的税啊，印花税我搁爱提印花，搁爱加纳1摆，这叫做重复课征。是，这我来请教着馆长吼，咱印花税算起来100几亿，是吼，对于一般的这个县市政府来讲，嘛不少的钱。是吼，嘛真要爱啊！啊，这是你敢有这个想法？过去咱摕到这印花税，你在县政府咧主政的时阵，你拢摕来创啥物？还是讲摕来用作啥物作用？即马这个印花税吼，目前伫迄个统筹分配税款吼，迄个分配内底是安尼，就是讲印花税是属于县市甲地下市的吼，伊的所谓的业税啦吼。啊，但是呢，伊县市政府摕到的时阵哦，是80%是爱互当地看你伫对发生，你得爱有迄个乡镇公所的财源。啊，20%就是变做讲，哦是这乡镇的统筹分配税，嘛是爱分互这乡镇啦。吼，啊，所以基本上是袂去注意这迄个过路的命，过路伫县的，但是伫迄个地下市甲市。
省辖市、新北市、嘉义市，还是这个基隆市，也是直接入去市库的啦。啊，但是有一个足基本的问题，讲营业税、印花税甲营业税有重叠效果啦，就是讲。他抓讲一个，对，就是讲，这就是一个买，你就有去营业税啊，你搁加一个印花税，而且这个印花税造成足无方便的，因为你就搁去另外去买印花税，是真无方便啦，伊的课征的方式相当无方便，你不如你就甲伊的营业税看是要加偌济嘛，从对营业税内底，安尼大家嘛较缴付要缴嘛，啥会较方便啊。所以伊也无方便，伊毋是干那讲即个重复课税即个问题尔啦，伊阁有迄个缴纳的迄个无方便，即足原始的缴纳方式啦，所以基本上呢，印花税实在是应该废除，这对真侪人来讲，就是重复课税，个另外一点就是，它就变成一个陷阱嘛，上面人起毛牌甲你检举一下，你就水小啦，它就变成一个造成人犯罪啊。我要讲的是安尼啊，讲这个法律定这个法律就是大家拢犯罪啊，比大家拢随时都有犯罪的嫌疑。很正的。对啊，所以这是不应该嘛。这个代志要解决其实真简单，因为伊的性质就是有营业税的部分嘛，所以政府你得伫营业税内抽一个比例补偿予这县市就好啊。就是讲你这是一个这听起来真简单的代志啊。真简单就是讲无你就是讲你的营业税内底，你看你要加一个相当的这个金额的这个趴数。所以对营业税咧拨一个部分去哦，这各县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伊本身本来就统筹咧运用。而且呢，就是其实上好是这个营业税咱分予县市，分予县市好处是安怎呢？县市想讲我这个营业税我会当分着呢，我营业税我有股东呢，毋是种即卖营业税。所以县长，你的意思是即卖营业税是中央政府提去嘛？拢中央政府收去啊。所得税嘛，拢中央政府收去啊！所以我欢喜的时阵，本你一点嘛好啊，你有啥物专案，你来把它讨的时候，我互你。对，安尼造成一个台湾其实有差不多30%的所谓的迄个逃漏税，所谓的税务的黑数啦。等于讲，你扣袂到税，就到30%。啊，现在30%，你讲你个夜市啊，足侪无咧缴税啊，真侪迄个摊贩拢无咧缴税啊，这原因是安怎？因为你中央都无遐侪人去调查嘛，你无遐侪人去稽查嘛，所以你最后是变安怎？就顾在伊啊，你掠袂到啊，掠袂到。所以县长的意思是讲，如果若这个税放互伊，伊就会较认真去查。对，即摆你乡镇讲，我乡镇分会到啊，我县市分会到啊，我就认真来查。我咧夜市啊来拜托啦，你甲办一个迄个营业登记啦，迄个有一个电子支付啊，你电子支付，了后呢，你。夜市啊，一暝落来，我乡公所我可能会当加分几十万、几百万啊，不无小补啊。对，规个迄个乡镇的财源、地方政府的财源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其实就是讲，咱即个中央集权集税，但是对迄个上重要，迄个营业税甲迄个所得税，因若会当放互地方会当分啊。地方上这我财政咧困难的情况，我认真来稽查一下，我就加减会当小补者，嘿，会当解决地方的财源的困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讲中央集权集税这个思维，就是下面的县市政府摊着不做事啊，下骹的乡镇就摊着不做事啊。但是你若讲，你这条税你分会到的时候，大家就较认真，甚至讲我就甚至来做宣传啊，做鼓励啊，所以咱即摆比如过年到啊，大家拢拼什么人客要来国南北会啦，创啥物？这你若是讲伊地方政府、乡镇公所，还是县市政府伫遐市的市政，伊拢分入着税的时候，伊就认真拼呢，伊就拼呢，有钱分啊，所以财源会改进，地方的经济会较好啊。所以就是讲，咱现在这个统筹分配税源那种中央集权集税，这是唔对的。爱改变，爱改变。即我来请教就教授。我来补充一下，我都就甲这个县长共款的想法啦，都是讲关键伫哪里魔鬼的细节在哪里从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第8条是讲国税，第二款的话呢。第2款是讲这个所得税10%要分给这个直辖县市、乡镇市啊。另外头拄啊县长讲的
营业税40%，分吼这管区啦，到乡镇市啦吼。是。所以讲吼，比如讲吼，娱乐税也好了吼，印花税也好，那会独立啊吼，然后这营业税吼，然后把它从40%吼，这个分给地方吼，把它提高到45%，而且问题不是就解决了？算一算，差不多刚刚好哦。差不多呢。而且吼，营业税谁缴的？营业人缴的。那营业人每个呢都有登记在，你管期拢知嘛？对，管期拢知嘛，吼，所以讲。绝对可以知道说吼，你这个税源吼哪里征来的，没招险的吼，你哪靠就哪靠会用啊，你就知影讲你爱去讨园。对，哪个地方收了多少税都很清楚啦，所以要回馈到哪边都很清楚啦。是，这个税基甲正义就会当兼顾，啊，而且会当并进。而且这生理人，比如我要回馈我的故乡吼，我就等下我的故乡开一间店啊，开一间啥，税就缴伫地方啊。就真正会讲，我伫地方缴偌济税呢？吼，所以大家大声讲吼。对，我伫地方缴偌济税啊，而且地方缴偌济税的时候，对地方的人感觉讲，咱爱好甲珍惜，唔通甲糟蹋咯。即摆就变做讲地方，你个财神呢？你地方叫伫遮开工厂，伫遮设啥呢？还是伫遮开旅馆吼？结果呢，这税拢唔是地方的人，地方政府收去啦，拢中央政府收去啊。中央政府收去了，这地方政府讲这甲我也无关系啦，吼，加服务的当然是有咱会欢迎，但是伊都无实质的好意啊，因为伊袂当讲，较无遐真正义啊，关照你的意思。对，拢这间工厂设伫遮的时阵，伊有可能一当真正甲你这个乡镇公所甲你交1000万、500万的税金，你讲你无好啊甲照顾一下，哦，自然地方的人会感受到讲这个工厂设伫遮，这个。hotel 设伫遮，真正是对地方吼，唔是干那就业机会尔啦，佮真正有税收入来，吼，财源的改善，吼，而且对地方的发展有帮助。咱真的是缺少这种协力的伙伴关系咧，协力关系拢是中央钱，吼，管拢会落掉咧，所以大家谈平啊，我拍拼嘛无效，就变做地方才无活力啊，没合理，无唔对，无活力，无动机。哦，无迄个 motivation 啦，哦，无迄个诱因啦，无迄动机哩。对。那我这个问题来请教着李署长，那照这个馆长啊，甲这个教授吼，还是律师因的想法，你有欢迎讲啊？我真正税收吼，我伫地方吼，行路嘛有风，吼，我对着咱南口区的这个建设嘛有利，恁安怎想？其实吼，我拄好听到馆长哦，甲教授这个因的想法吼，我想中央政府吼，因大概互阮的理由拢是讲啊，地方政府无同意啦，所以阮袂使取消娱乐税啦。哦，但是拄好听馆长甲教授安尼讲，其实这个方法，因早拢真有真好的想法嘛，是安那因拢无爱去想这呢？吼，伊就一直讲。中央讲地方政府无同意取消，然后地方政府讲这是阮的财源，然后阮要保留。恁就变做三多位置。对嘛，所以阮就变苦主嘛，吼。遐尼无合理的状况呢，因拢是中央甲地方政府的这个理由安尼塞来塞去，遮尔侪年啊，我唔相信咱的政府的财政官员啊，甲遮的专家学者啊。因的意见其实拢足好嘛，专业，但是是安怎？因认为讲这个代志会使拖就拖，啊，这无合理的状况一直互伊落去。哦，所以我相信呢，我唔是敢若代表，当然，阮以高尔夫业界这来讲啊，吼，这实在吼，对阮来讲，真正是足无公平的一个税收啦。吼，你政府有需要的时阵，希望阮来支持这个运动。哦，但是呢，你看伊。伫税收的这个部分，不管阮安怎发声，不管阮安怎争取，伊嘛是认为讲啊，这伊有的人就讲啊，这就是拍球的人事的啊。可情的呢。是啊，但是这阮已经阮拍拼20-30年啊呢，你敢认为讲？你看像拄啊馆长啊老师因讲的，你敢认为讲这有合理？如果讲今日这是合理的税收，阮拢是足守法的国民，阮无意见，阮会缴。但是这足无合理的嘛。是毋是安尼？而且会当共存共赢吼，上后要1分钟啊，请这个律师来甲咱讲一下吼。你也互咱观众朋友一个图像，咱一般吼，咱收这个印花税啊，甲娱乐税加起来差100几亿，占这个中华民国规年烫天的这个税收差不多偌济。啊，而且呢，这个物件敢真正都无改呢？基本上吼，这娱乐税甲印花税加起来。
算中华民国一年的税收无到1%，这是无到1%。我讲啦，这两个加起来150亿，去年光是迄台积电一年来的税都550亿啊！一间公司都比全国印花税加是咧丢赌上面吼。不过主要就是讲，这拢是地方的钱，所以我感觉迄拄则迄馆长甲教授迄讲啊真好，这代志都互地方家己决定，而且互地方的省决定咧，因为即摆阮看到的拢是迄地方政府，也是地方的迄税务局长出来讲。不过地方的人民敢真正有对这议会嘛，应该要出声嘛，有意见啊。除了这个业界之外嘛，对啊，而且拄则有讲过迄中央反对这件代志，中央到底是谁反对？因为阮看这资料，其实迄教育部、文化部拢是支持讲爱废除的，所以反对的是谁？是财政部。财政部一定无想要处理这件代志，所以就讲，拢在地方的代志，地方就讲是中央的代志。我讲，这理事长敢若山多位置的。我是真赞成讲馆长甲教授拢讲，即种中央的。